来看今年1月2日，嘉义大埔的地震已经20几天了。最近寒流是一阵又过一阵，也毋过，阁有10外户的灾民目前阁住伫埔旁。台南市政府目前嘛赶紧的整理淡水分署的旧宿舍，要互灾民搬入去住。天气真寒，南西湾区居民一透早起床，就赶紧烧茶烘烧。好佳在这几天有公所提供高的棉被，互因袂受风寒。嘉义大埔地震到今已经20几天，南西湾区地区也有10几户，也住在起伫庙头前的棚厝内底。恁要安怎？敢有啥物被啊？啥物件通用？有啦，有被啦，无拢当下堆。是向互恁的啊？公所的。只是想回去住啊，就是想回去住啊。但是现在还是一直在余震。余震啊！想说要去收容中心还是什么？太远了。太远了，对，南来中。高丽多远呢？哦，你们这边大面锅还有一段就对了。对啊，然后棉被多放一点，然后多盖一些啊。还是会感冒啊。民众坚持住在家园，唔愿离开。台南市府规划提供南水厝旧宿舍做新的安置地点。初十一透早，国军派人赶紧到整理环境。差不多1天的时间，会当整理17户厝体，佮加上早前已经完成的17户，拢总会当提供34户。所以水利组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让我们进去来清理。清理完之后，我们完成法定的拨用程序，那这个就我们来管理了。有34间国军剩下17间要清理国军的任务，感谢他们。公务局要进驻来粉刷墙壁，来清理那个卫浴啦，或者是其他内部的地方，然后那该更换的设备把它更换起来。黄伟特也前往展文青年中心，感谢组织投入修复工课。针对也无大单，毋过部分损害的厝体，也会透过组织号吊专台、佮管市有建筑，也佮有水电专长的职工协助灾民修复。市府会全力进行灾后复原的工课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